继续来看，伫台中太平的牛角坑沟，也就是头变坑溪的水头，去有民众检举讲，这溪水拢变作是牛奶色的。环保局一个查落，发现是一间处理金属的工厂头排垃圾水，目前是赶紧铺面锁啊去甲吸起来，防止污染搁扩大，而且后续卖照违反水污法，上当罚600万，而且下令停工。 规条溪仔水变做牛奶色的，台中市太平区德明路一带的牛角坑沟，初有民众发现讲有污染的情形，也佫有怪味。环保局接报了后来现场采样，并且铺设高公尺吸油的面锁，防止污染扩大。味了足多种味，我嘛唔知。怪味。嘿，我感觉昨甲今日拢安尼啦。有当时啊就臭糊糊啊，有当时啊就乌落落，啊有当时红记记。 台中的头边溪区，今年1月中甲3月底发生真侪鱼仔死去，鱼仔要来验出氰化物，环保局后续查到上游12间工厂违规，要来依照水污染法罚150万。也来牛角坑沟位伫头边溪区上游，地方烦恼若无赶紧甲这个水污染查起来，恐结果就造成生态祸劫。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自然生态啦，因为你这入来了后咯，会去到我们的一个灌溉区。进入表现处理业的话，就是水污染防治法的列管。 它的事业，所以它应该要取得我们环保局排放许可才可以排放。那它没有的话，那我们可以水污法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600万元以下的罚款。环保局出动空吸机追查，发现上游一间金属表面处理业工厂正伫排放白色废水，也毋过假日公休大门锁起来，已经通知业者到案说明。采样的水会送实验室检验。警察大队讲，该公司无处理水污染排放许可的物件，会使依照水污染法处6万到600万块罚款，并且下令停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